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8月17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来看讲，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已经变几若天的大水雨了。高雄六股、桃园这个所在已经撤走4000多人，彰化嘛有真侪大淹水，电江甲花坛有土石放落来，另外南投民间嘛发生水崩山，甲基础啊跌着。头水淹过马路，到底倒位是排水沟，倒位是路，已经看袂清楚。民众开车经过，因为淹水的关系，车拢浮起来。这是高雄六股要往六股市区的省道，大雨一直落袂停，山区四界拢是相款的情形。根据气象局统计，对15 0点开始到16下晡5点，桃园区累积雨量已经达到673毫米，南仔下有552毫米。全市有94条的土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南仔下、桃园、六股、茂林、甲新这5区，16是搁在停班停课一天。在中部地区，彰化15半暝就落大雨，所以乡镇陆续传出淹水的灾情。其中，电中镇通往南投县商品岭的中南路，因为山坡的土石大面积拢割来，全线双向路拢赶紧封起来。只公路塌去，伊无法度来甲载，嘿，叫我骑机车看会过无？会得当过无？安尼啦。南投县民间乡是16透早5点发生地震，了后是轰隆真大声，真侪土石冲入去一间山内徛家内底，加在无人受伤。公所赶紧来撤离80名的村民，暂时甲安置伫活动中心内底。伊昨暝就放落来，接地起啊！在这个加东西，一大堆的土石，那个竹子还是在飘飘叫啊，一直还在稍微移动啦，所以我就回去告诉家人说，不要再出来了。根据气象局资料，今日透早雨势较煞北平，加规个中南部大条咧，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四个县市，依然是可能落大雨，估计要到下礼拜3，将天气才慢慢来远离。中南部地区天气是继续无稳定，落雨延伸到山区，民众一定要注意土石流甲落石。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各地军架昨暗举行英美港民主权在民的集会，得到警察无反对的通知书。主办单位讲有600万人参加活动，活动嘛顺利结束。不过香港警察是搁再强调，刷落来活动若有发反对的通知书，民众若搁参加，就是违法咯。看到甲香港徛斗阵为自由理解的口号，16暗时举行的英美港民主权在民的集会活动，主办单位讲，参加民众大约有600名，加中权的最大会场拢开到半满，希望使得到国际关心，并且得到支持。活动到暗时10点外和平结束，不过未来几天至少要6项加反送中的游行，也是集会活动。有一寡活动甲16暗时这场同款，已经得到无反对通知，不过有一寡却是也无得到通知。警方讲，民众若是挑工要违法，会开始来抓人。如果任何人在已经我们发了反对通知书还要参加的话，他就犯了这个参与非法这个职级罪。香港当礼拜拢有反送中相关的大型活动，当时抗议警方暴力执法，不过要支持警方的民众穿着红衫行进过路支持。不过这时阵，外国媒体也翕到武警伫深圳湾体育中心演练的画面，也互外界真烦恼。未来若是香港抗议冲突失去控制，上万名的武装警察强行会随时来介入镇压。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学生嘛无爱去点中学生罢课丢币平台发起投票，收集19000多份的资料，有9成的学生支持罢课，要5成表示讲愿意参加罢课。上尾是决定讲按9月初2开始，逐礼拜要罢课一天。
9月就即要开学，反送中运动有可能拖去到后园。古台的学生组织准备计划要罢课，其中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最近的问卷調查就發現，有將近90%嘅學生支持罷課。咁其中有90%嘅同學都係支持呢個罷課嘅。咁其實反映出喺中學生喺呢個暑假期間咧，對香港而家發生嘅不公不義嘅情況有更深刻嘅認識，咁亦都有呢個決心咧去爭取一個民主嘅香港。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嘛指出，訪問超過350間學校的19000多人，有4成以上認為愛無限期罷課，但是進前並無類似的經驗，所以暫定逐禮拜罷課一天。暫定對9月7日開始，初步計劃在香港島、新界、九龍設立集會地點，學生拍算發動罷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要在17舉行大遊行，要求港府回應民間的5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相關的風波。佢講到，過去2個月，警方接獲電話互人批評，呼籲教師參與遊行表達不滿。我哋亦都覺得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睇到好多畫面，其實係喺警方喺執法嘅時候，我哋覺得佢用咗好多嘅過分嘅武力。呢啲嘅畫面令我哋好心痛，所以我哋都希望行出嚟呢，能夠真係守護我哋嘅年輕人。教協有估17會有500個人出席，要用和平理性表達訴求。但是被問到學生罷課的議題，教協指出，大學生已經捌代誌，有能力家己決定是毋是要參與。但是中學生因為成長的差距較大，對代誌判斷能力有落差，所以無適合推動集體罷課，建議會當依照一般請假的方式來處理。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報紙攏看啥物大代誌？咱做伙來看賣。頭先來看《澎哥日報》，嘉義阿里山森林鐵路受到大水雨甲地動的影響，將農寮路段有拖石厝落來，地勢鐵軌路癱瘓，上少愛開4天才有法度修理好勢。來看《自由時報》，台北市環保局要求清潔隊員做工課時，袂當穿制服佇便利商店出入入，有議員批評這是侵害人權。環保局回應講，本意是希望隊員莫踮便利商店傷久，才袂互人有無好的印象，是通報表達無清楚，才會產生誤會。上尾來看《聯合報》，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佇昨結束，17個太平洋島國的頭人批評澳洲講無答應做伙減碳，互峰會共同聲明正做公共的硬硬。澳洲是講減碳會用一下。唔過袂當傷害因的經濟，接着講。雨過落未歇，台中市區就要停水23點鐘至46點鐘。台水公司第4區管理處講，因為潭子甲北墩有2項的管線工程，所以按20日開始停水，有117000戶受影響，民眾是真不滿。大型水車入去水公司內底準備，風送頭巡團車嘛準備要出發，提醒民眾台中市就要開始大規模停水的消息。停水的範圍包括台中市區頂8區，停水的時間上漲到46點鐘，因為2項工程要一概做回來施工。建設局的一個連外道路，它要做一個銜接的工程。北屯路的地方有一支我們的1350的管線，因為我們發現這個接頭處的地方已經有在漏水，所以一定要配合來做一個檢修。水道水公司表示，停水的時間預計到8月20早起10點到8月22早起8點，部分的區域上長46點鐘。區域是到文心路以東代替幹線以西頂8區，包括停水還有降低水壓，總共有117000戶。雖然緊急調18台水車、6台消防水車，還有113個儲水站，不過真濟民生的用水還有營業的點頭嘛是受到真大的衝擊。一天大概都是8、9台至10台，也有可能會超過10台。可是損失的部分的話，那也沒辦法，也是要盡量配合啦。海洋真濟水的洗車業表示，因為無水車用無法度營業，就愛排休困，連續2天的營業額嘛損失真濟。這個停水的區域，佫包括真濟真有名商圈，像過一中街，也是數個商圈的小吃店，同款嘛是受到欠水影響，根本就無法度來做生意。餐飲類就是水用的量會比較多，因為要洗碗，還要洗一些設備的東西呀，對啊，所以這次停水的時間太長了。
业者表示，这届停水范围较宽，而且包括市区主要上宽，时间嘛比英国更较长。就算讲有欠水，嘛无法度来应付，更会当暂时停止营业。水公司表示，为着避免停水真侪届造成大家的困扰，这届甲2项主要工程排做伙。不过嘛，因为这个第2供水区的地形较密，希望讲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恢复，互影响来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其他的消息。去年婚林启动保姆的村长选举，本地连任3摆的张义峰，这回差2票选输，不过张义峰真不服，申请验票，结果是甲当选人共票数，那安尼只好抽口啊看村长是互谁做了，上尾是互张义峰抽到，选输变选赢，这摆做村长是第4摆了。传统内面看到2支签，分别写着当选无当选，是报道张义峰。是过去连任3届云林市党保姆村长，但本届选举开票以后，以2票输去，也来申请验票，看对手黄楚云共票。16号上午2位进行抽签，选抽到就当选村长。这支签去张义峰先生抽的吼，恭喜你会较无闲当选，好各位，好看清楚。就是我村民和阮的众体团体力量，和我有这个福气来抽到安尼。所以讲我会尽心尽力来为阮部要选，来做这工作。去年底选举开票，张义峰以491票，随后对手2票单输去，因此向法院申请验票后，变成和黄楚云拢是492票，这个抽签决定选中选。虽然这届验票导致黄楚云被立选落选，但伊嘛展现选举风度。以后装的我第一点，装的你工课爱做好，莫讲分你甲我，今仔甲你恭喜，哦。市场乡长林正坤嘛到场见证，伊就讲，黄楚云虽然只有做半年的村长，但真积极嘛为民服务。未来嘛希望张义峰会当继续为村民争取建设。嘛这场村长的选举真好去有一个结果。记者为您报道。有风声讲，明仔载香港会封镇压。总统蔡英文强调讲，定着爱支持香港人民的诉求。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即阵仔是直接甲高雄市长韩国瑜对写。韩国瑜讲，伊逐工批示10份的公文，苏贞昌是喊讲，伊批示的公文吼，睇起来是比人搁较悬啦。参访新竹市的动物园，总统蔡英文和囡仔看起来拢真欢喜。只不过，和媒体问到香港传出8月18武警要武力镇压，蔡英文虽严肃强调讲，支持香港人民的立场，希望北京或者是港府都会当和人民好好沟通。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不论是北京政府还是香港政府都能够聆听，都能够感受到香港人民的这个心愿能够坐下来好好的沟通，诚意的沟通，我想香港会回归平静。对最近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逐工至少批10份公文的讲法，蔡英文嘛笑笑回应，家己唔闹公文，还有真侪报告爱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感叹讲，批的公文堆起来比人更加悬，再度和韩国瑜隔空交会。我批的公文常常要分好几次报进来，堆起来都比一个人高。那我的工作不是只有批公文，我常常一天从清晨5点多就开始，经常7点多出门，弄到很晚才回家。苏贞昌话一顿讲到，有任何天灾、淹水或者是各种情形的时阵，人民上希望看到的是政府首长会当有同理心，不是为着家己的代志走去武东武西。而且首长若是无认真，也是根本无定定坐伫咧位，有样学样，下边就会走进去。佮咱嘛伫咧暗指高雄市长韩国瑜批爱电话案。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国政国务团伫今仔日开成立记者会，国政国务团总召集人张善政带国防小组顾问去台北国防工业展参观。不过总统蔡英文前脚才走呢，因着随行脚到有影是12点大号讲12个。高雄市山区路真大雨，灾情陆续传出。高雄市长韩国瑜16下晡赶紧改变行程上山看灾，正多救灾关键时刻。韩国瑜国政顾问团17号要开成军记者会，媒体关心韩国瑜到底是不是出席。
今天是在高雄吗？防灾第一优先，一切以防灾为第一。韩国瑜强调防灾优先，灾害应变中心以及开设都未离开。韩国瑜国情顾问团总召集人张善政甲国防小组顾问特别代替韩国瑜到台北航太国防工业展参观，到 F-16战机制造商大会。张善政坐这机舱，体验驾驶临场感。支持15蔡英文才倒来，韩国瑜国情顾问团也对得来，敢讲是国旗要来拼场咧。没有互别苗头的意味，但是以我理工的背景，我相信他们跟我做的这些解释，我的这个理解度应该可以比蔡总统好很多才对吧？我觉得把国防的这个战备能力弄好是不分蓝绿的一个共同目标，只是说老实说，国防军备很花钱，怎么样把这个每一块钱花到刀口上面？张善政也暗示蔡英文两岸关系爱和缓，无中国压力，双双加加备军备，对台湾军国有好处。并总统选举，韩国瑜国情顾问团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17号百位顾问团名单也要正式对外公开，全面备战2010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国本地各代表王金平三人到底要安怎合作？国本地别讲国代表捌找伊做副手甲行政院长，毋过互伊拒绝了。国本地讲伊无爱分野位的政治文化，毋过也是希望郭台铭出来选总统。另外，国民党总算联络到郭台铭，侯亮平证实讲伊有甲郭台铭见面了。2020总统大选过关王隔壁合作变化真济，台北市长郭文哲表讲进前甲郭台铭会面的时阵，郭台铭提出郭瓜配，而且佮讲要互郭文哲做副手兼行政院长，郭文哲当场就来甲伊拒绝，佮讲若是要做副手，不如家己出来选。常说政治最理想还是理念的结合，或者说大家有共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喜欢说政治变成分赃政治。针对2020呢，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参选的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这些什么样子的这个位置啊，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配法啦，我觉得我一向以来都说都是臆测太多。2020总统大选一直传讲郭台铭要参选，国民党积极找找整合，总算出现真大的发展。副主席郝龙斌伫8月15亲身来拜访郭台铭，嘛转达高敦义希望安排公共关会会当来见面。整个的会谈非常的愉快啊，也顺利。我相信郭董跟吴主席短期之内也会透过幕僚来安排见面。郭董能够冷静，能够沉淀，然后不要急到做决定。国民党真拍拼想要甲郭台铭救回来，台北市长郭文哲嘛要争取郭瓜王的革命合作。啊，毋过原本3个人要伫咧8月18桃园复交活动面顶共台，郭台铭无了讲去的机会无大，连王金平即间嘛讲家己赶袂赴这场活动。恐怕呢这个高铁啊会误点，所以为了赶原来已经安排好的中部的行程，所以我大概去的可能性非常少。桃园3个囡仔唱无结果，2020郭瓜王到是要做伙合作，以及一度影响哪里的选情嘛，真受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包含游水、脚踏车、底道的马拉松，人讲合作铁人3项的运动比赛。关系到2020年东京奥运铁人3项参赛资格重要比赛，伫女子组有2个英国选手，本地是排第1、甲第2，哪会知影讲因2人手牵手冲过终点线，互大会用违反禁止物集体协作完成比赛规定，2人拢互取消资格，有影是真无彩。2位同款位英国来选手，今年31岁李亚斯曼，加25岁泰勒布朗准备公布走向终点。因牵手冲过终点线是大会前2名选手，按过手牵手这动作，已经违反国际铁人3项总会 ITU 的竞赛规则，也就是运动员必须家己完成比赛，免有任何集体上的协作。大会判定2人失格，由第3位走到终点的百慕达女将杜菲得到冠军。李亚斯曼甲泰勒布朗比赛了后向大会提出申诉，遭到驳回。
东京铁人三项也是官方设定2010东京奥运测试赛。李亚斯曼伫游泳1.5公里、自行车40公里后摕到领先地位。比赛当日气温32度，大会为了维护选手身体适应，将最后一项走10公里改为5公里，搁测试喷水雾系统加空调布棚，为明年正式比赛准备好应变方案。去年这时阵，东京有10多人因为这动力死亡。因2人死计，这场比赛因讲是白费功夫。事实上，伫这进前，英国一队布朗利兄弟都曾经伫2016年世界铁人3项系列赛。当时小弟特别挡袂落去，兄哥就放慢速度，互咧斗阵底线，尽管画面真感人，毋过也引起争议。因为铁人3项规定，选手免照着外力完成比赛，也就是讲，就算脚踏车发生故障，鞋仔破去，拢要家己想办法。走的供水站也要靠家己摕，免别人摕水互你。布朗利兄弟当时夫妻的情形，甘然讲是伫竞赛规则的中间地带。此后 ITU 就修改竞赛规则。明定禁止集体协作。记者综合报道。长安路嘛号做吉林路，生做是不良高水。不过，伫过去30个月当以来，吉林路的数量已经减少40%，吉林路已经红列做得要断种的物种啊。优雅吉林路行一大草原，一直是大家对非洲自然景致的印象。不过，非洲较即马有寡所在人，有关认为吉林路身上的部位应用来治病。We use even the skin of the giraffe as some medicines. They used to have to cook them, they burn them, and they have that gas from the scrub from the skin. Then they use them as medicine. 经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调查，规个非洲大陆的吉林鹿数量伫1985到2015年减少40%，即马已经无到10万只。不过因为因关大特别，大家伫动物园或者是保育区看到因，就留着因过了袂歹印象。事实上，道路泛滥、车地破坏甲人为冲突，也有车祸。地属伫肯亚、索马利亚以及伊索比亚访问吉林鹿数量，过去30年来已经减少60%，即马日子濒危不涨。努比亚吉林鹿甲科多方吉林鹿更较惨，减少97%，比日子极度濒危。吉林鹿命运正是伫渐渐灭绝当中。There has been so many research done on lions, elephants, and other species. But if you try to look at the giraffe, there's very little known about the giraffe. There's very little research done on the giraffe. 8月17到28號喺日內瓦舉行嘅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有6個非洲國家正推動規範吉林鹿嘅國際貿易標本，攏愛接列。特行政措施認為，無明確證據顯示野生動物嘅國際貿易是造成吉林鹿數量減少嘅主因。這是為什麼吉林鹿嘅研究學者希望進行更較濟研究，提出可靠數據，希望保護這陣優雅嘅非洲動物。記者綜合報道。綠蟹是伫咧大圖才有摘掉生活的母蟹，因為咱人直直破壞綠蟹生態地，和綠蟹是哪來哪學生存。今仔日的經濟 VR 生態館，特別招觀眾朋友做伙來了解綠蟹甲伊的生活環境。每年11月下雨過後，島上就會有大概1億2千萬隻的這個紅色的大型的地蟹從森林裡面爬出來。這些抱卵的母蟹，這每一隻都會走到海岸線來，然後把幼苗集體釋放到海水裡面去。塗骹世界攏是紅色的綠蟹，這是全球第一大綠蟹之島——澳洲的聖誕島。連學者眼中第二大綠蟹之島就伫台灣。全台灣大約有62種的綠蟹，其中55種攏伫恆春半島。綠蟹生伫陸地內生活。它不会像海洋型陆蟹，它需要千里迢迢跑到海洋里面去，所谓释放它的幼虫。那它的卵也会比较大颗，然后最后它会甚至直接变成一只小螃蟹在它的身上。無論對一種的綠蟹，常常攏會拄到互車礙過種情形，更加是互真濟綠蟹袂火死卵，就變礙死伫大路。像墾丁的其他地方，就經常會有這種陸蟹從森林裡面爬出來，遷移到海水邊的這個過程當中，會穿越海岸公路。啊，這個時候如果有車子通過的話，它一定就是就會一片。
敢若伫个绿岛的海华公路，一年互车碍过落去超过4000只。即阵政府单位甲真侪保育团体合作，实施阶段性封路甲保育活动，为了互送这落去安心爬到海边，延续新生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是歹也是好，听雨欣预报讲清楚。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